今日平約瑟牧師嘅廣播，民數記7章談論到12支派嘅領袖，佢帶嚟咗獻祭同埋會幕嘅篷車，為咗做會幕嘅工作，冇人要求佢咁做。仔細閱讀，當時冇任何人吩咐佢去咁樣做。王子們唔淨止做到最低要求，佢哋要超過要求，心胸好廣闊。王子們都好慷慨㗎。我唔係講你要咁樣做先可以成為王子，我同你講，必須要有關於自己身份嘅啟示。你所做嘅係來自於你嘅身份，你係王子同公主，唔好夢想成為公主，你已經係啦。唔好再極力幻想，我希望我係電影裏邊嘅公主。同你嘅孩子們講，佢哋就係王子同公主。Amen， 大家一齊講 Amen。因此讓我以此作結。有一件事進一步顯示出佢嘅美德，你知道嗎？當我睇到一個基督徒，佢公開犯罪，或者有啲事情係發生咗，呢個係可悲嘅，令人難過嘅。你唔能夠責怪呢個世界，世人期待我哋擁有更高嘅標準，難道佢哋唔應該咁啊？我話難道佢哋唔應該咁啊？聖經喺以弗所書論到我哋話，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哋所蒙上帝嘅呼召，要配得上。喺我哋行事之前，前2章討論嘅係坐下來，你必須坐下來。行事有幾好，在於你坐得有幾好。必須要知道為你所成就嘅一切，你嘅行事有幾好，在於你安息有幾好。要安息喺基督所成就嘅一切之中，即使今日亦都要安息喺聖靈嘅大能裏邊。Amen。唔好試圖喺你身份之外去行事。Amen。安息，聖靈帶領嘅行動係出於呢個安息。你嘅行事為人要配得上呢份崇高嘅呼召。人們感覺到自己仿佛身處於天堂，然而好似耶穌一樣，佢哋冇覺得我比你更聖潔。就好似喺教會裏邊，聖職人員或者牧師或者所謂嘅聖人，同耶穌一齊係冇任何嘅距離或者任何嘅保留。佢嘅門徒每日早晚都同佢一齊，佢哋一齊旅行，全日都會一齊。有啲時候，你知道佢講乜嘢嗎？僕人眼中無英雄，佢哋日復一日咁望住你。Right？ 俗語話僕人眼中無英雄，僕人就係每日為你服務嘅人，就好似Alfred 同埋 Batman 咁。OK， 幫助呢一代人更加容易理解，但係僕人眼中無英雄，但喺佢僕人眼中唔係英雄。點解？僕人睇到呢一切，佢睇到所有嘅缺點同埋瑕疵。然而耶穌嘅門徒圍繞着喺佢嘅身邊，佢哋甚至唔敢問佢問題。譬如佢哋討論話門徒中邊個最偉大，邊個坐喺佢身邊呢？當佢問門徒剛才你哋傾緊乜嘢佢哋唔想講。耶穌知道佢哋傾緊啲乜嘢，佢帶嚟一個孩子，就係咁樣嘅美德啦。有啲人害怕接近別人嘅時候，其他人睇到佢哋嘅瑕疵同埋缺點，佢哋唔會再尊重我啦。呢個意味着你並唔係真正擁有呢個身份，唔係真嘅，係時候擁有佢，嗰個唔係真嘅。你必須要經得起嚴密審查嘅考驗。Right？ 如果你喺公共場合好慷慨，你喺私底下必須要慷慨大方。我想嘗試表達嘅係，再一次，你哋可能會覺得呢個代表你要成為呢一種人。唔係，你必須要真正擁有佢，必須意識到，我哋所有人都必須擁有我哋主耶穌一樣嘅王子風度。你知道嗎？當耶穌，我係講緊佢嘅衣着，好可能好似拉比。我認為佢嘅衣擺有藍色嘅穗子，佢穿着住一件白藍色嘅長袍，但佢走路嘅時候可以好似其他拉比一樣，你根本分唔到。我喺靈裏邊曾經見過佢，我同你講，佢十分高貴㗎。當我睇到佢嘅時候，就好似聖經喺雅歌裏邊嘅描繪，他的容貌如香柏樹，像佳美的黎巴嫩香柏樹。佢嘅整個外表，佢嘅身材，有一個譯本話，甚至佢嘅姿勢，佢嘅外表就好似佳美嘅黎巴嫩香柏樹，有如黎巴嫩山。黎巴嫩山上面有白雪皚皚嘅山頂，有啲生長得好挺拔嘅樹木。香柏樹係莊嚴同宏偉。我見過佢喺貧窮人嘅當中，喺悲慘嘅人當中，喺患病嘅人當中。然而佢允許佢哋使用佢嘅能力，佢好中意被人使用。我哋嘅主何等美麗！
而家聖經喺約翰一書4章17節說：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就得到成全，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，因為他怎樣，不管佢曾經點樣，因為他怎樣，喺父嘅右手邊，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如果你跟隨呢個事工已經一段時間，你哋都知道，即使喺我嘅書裏邊都有人們嘅見證。一切係始於多年前我宣講一篇講道，名為因為耶穌怎樣，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因為他怎樣係指從某種意義上面 ，right？ 今日因為佢有王子風範，你喺呢個世上亦都係一樣。Amen。即使你生病，我當時講過，你可以話因為他怎樣，佢有任何疾病嗎？冇。我哋在這世上也一樣。好多年前喺我宣講呢篇講章嘅時候，一位女士好認真地實踐咗。當佢被診斷出患有乳房嘅腫塊，應該要進行另一次嘅測試，去睇睇呢啲腫塊係咪只係良性嘅腫塊。佢喺自己嘅醫療報告上面寫低咗呢一啲嘅說話，因為耶穌怎樣，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佢向我展示，佢話耶穌，你嘅乳房冇腫塊 ，right？ 因為你怎樣，我也怎樣。返到醫生嗰度之後，醫生揾唔到任何腫塊。從此之後喺美國，我哋都有各種關於乳癌得到醫治嘅見證。佢哋好多人入邊被呢個見證所激動，基於因為他怎樣，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呢個原則。我今日有4份見證都係基於呢一點，因為耶穌怎樣，我在這世上也怎樣。唔單止得到醫治，另一個嘅乳房腫塊亦都係得到咗醫治。唔單止係身體得到醫治，仲從心癮中得到釋放。耶穌，因為你冇毒癮噶嘛，因為你怎樣我也怎樣，只要仰望主。呢個唔係一個魔法一樣嘅聲明，呢個只係我同你嘅身份同等。呢個係真正嘅我喺上帝眼中，我同你嘅身份同等。喺我宣告嘅嗰一刻，如果我嘅生命中有任何虧缺，聖靈會吞下佢，並且係改造我。喺我仰望佢榮耀嘅時候，就會變成主嘅形象。大家一齊講 Amen，Amen。我哋有呢啲見證，問佢主啊，你有抑鬱嗎？因為你怎樣，我也怎樣。你係咪灰心喪志啊？主 Amen。因為你怎樣，我也怎樣。好令人驚嘆。聖經說，因為他怎樣，因為他曾經怎樣已經夠好啦。當佢走過加利利海岸，有一大群人試圖捉摸佢，有能力從佢身上流出嚟醫治所有人，就係因為佢曾經怎樣，正如佢已經得着榮耀。哇 Amen。而家有啲事發生，舊約裏邊曾經有一位國王。呢個國王嘅名字叫做約沙法。聖經說約沙法王係一個好國王，佢好愛耶和華，佢係猶大王。而當時嘅以色列國係分成兩邊，北國同埋南國。北部係以色列國，南部係猶大國。大多數時候猶大王都係好國王，大多數時候以色列王都係邪惡嘅國王。作惡多端嘅國王，出於某種原因，上帝非常祝福約沙法王。事實上呢一章嘅開頭係關於佢擁有大量嘅財富同尊榮。然而北部嘅以色列王亞哈係個邪惡嘅國王，佢嘅妻子係耶洗別。佢落去問約沙法：你想同我一齊並肩作戰嗎？因為而家我被包圍，我正受到敘利亞王嘅攻擊。佢帶住佢嘅軍隊落嚟攻擊我。而家敘利亞王並冇攻擊猶大，佢只係攻擊以色列。約沙王卻話：你知道嗎？我願意同你一齊去。呢個正係佢講嘅說話。喺早段時間我讀到呢一度嘅，喺好耐之前，呢啲說話突然映入我眼簾。請睇以色列王亞哈所講嘅內容。北國呢一位邪惡嘅王對約沙法說：猶大王係敬虔嘅國王，你願意和我一同到基列的拉末去嗎？他回答：你我不分彼此，你我不分彼此，你我不分彼此。佢竟然講呢啲說話。第一，佢根本同呢次戰役冇任何關係，敵人唔係嚟對付佢嘅。All right， 佢正在係捲入另一個人嘅戰爭。此外，佢話：你我不分彼此。約沙法，你確定嗎？呢個係亞哈，一個邪惡嘅國王。呢個人係以利亞召去加密山爭戰嘅人啊！呢個人特別係佢嘅妻子，佢讓整個國家嘅民心遠離亞伯拉罕、以撒同埋雅各嘅上帝，結果這地出現咗饑荒。
佢話你我不分彼此，記住呢一點，永遠記住呢一點。不管你對邊個講呢番說話，因此要非常謹慎，你嫁俾嘅係邊個？謹慎考慮你要同邊個去簽訂合同。而家嘅合同係好啲嘅，佢冇涉及到你嘅生活，但婚姻係涉及到你嘅生活。要同某人結婚就係講緊你我不分彼此。Right？ 喺你講你我不分彼此嗰一刻，當我讀到呢度經文，突然映入我嘅眼簾，因此我希望呢段經文都引起你嘅注意。我讀過呢個故事好多次，我從來冇注意到，但幾年前當我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，經文馬上引起我嘅注意。我話：哇！喺你講呢番說話嘅嗰一刻，你會享受別人嘅命運。你聽到嘛？喺你咁樣講嘅嗰一刻，即使你係個蒙福嘅人，你都會，我講係享受，其實係遭受其他人嘅命運。於是佢哋開戰，兩位國王帶着佢哋嘅軍隊去打仗，然後喺戰場上面，敘利亞王曾經係吩咐手下嘅人做一個相當聰明嘅舉動，可能佢係讀過《孫子兵法》戰爭嘅藝術，佢話唔好同其他人交戰，只管攻擊國王。而呢個亞哈，佢係一個好狡猾嘅人。呢隻老狐狸告訴約沙法王，你可以穿着朝服，我要改裝上陣。可能佢聽到敘利亞王嘅計劃，知道佢吩咐手下唔好攻擊任何人，只要攻擊國王。因此佢哋都圍住咗約沙法王。睇下呢度嘅故事，下一節，眾戰車隊長看見約沙法，就都心裏說，必是以色列王。佢唔係以色列王 ，right？ 佢係猶大王。佢哋卻認為佢係，於是都繞過去攻擊他。約沙法呼求，耶和華就幫助他，上帝又使敵人離開他。順帶一提，耶和華就幫助他，上帝使敵人離開他。聖經入邊冇所謂嘅巧合，一個係耶和華，一個係上帝，同一位奇妙嘅存在。我哋喺天上嘅父。舊約入邊嘅上帝係 Elohim， 發動者、創造者、行動者。佢係上帝 ，right？ 世人知道佢係 Elohim， 大衛話這樣，今天全地的人就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上帝 ，Lord 就係耶和華，耶和華具有聖約嘅關係。大衛對哥利亞說：耶和華要把你交在，這樣全地的人就都知道有一位 Elohim。耶和華要把你交在我手裏，這樣全地的人就都知道有一位 Elohim。地上嘅人唔認識耶和華，地上嘅人唔認識約書亞。呢個就係我哋需要同佢講嘅原因。佢哋知道上帝，知道 Elohim。呢度佢大聲向誰呼求呢？耶和華。約沙法呼求耶和華就幫助他。上帝 Elohim 使敵人離開佢。佢係強大嘅行動者，大能嘅創造者。上帝 Elohim 呢個稱呼通常用於佢處理萬國而唔係以色列嘅時候。雖然咁講，呢個當然係同一位上帝，只係俾你一啲小知識。眾戰車長見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轉回去，不再追擊他了。感謝上帝，佢得救。感謝上帝，佢得到拯救。你係咪認為麻煩嘅係，即使上帝拯救佢，佢冇改變？即使戰爭一開始就唔屬於佢呢個事實呢？有時我哋得到拯救，我哋會話讚美上帝，仿佛呢一筆生意係來自上帝。其實係上帝拯救咗你，你要感謝上帝嘅憐憫。Amen。呢個唔係要鼓勵你。讓我對所有嘅信徒講一句說話，嗰啲聆聽我教導嘅人，你若果係商人，要以美德嚟到處理你嘅事務，準時付款，誠實待人，具有透明度。阿們。OK， 講完最後一個例子，我哋就會結束噶啦。你想唔想啊？定係仲想聽？各位，我只係同你講關於你嘅身份。你哋有啲人冇活出王子般嘅風範，人們望住你，你冇意識到佢係幾咁敬重你。係，世人可能會鄙視你，世人可能會講你嘅不是。我唔應該講鄙視，世人可能會講你嘅不是，佢可能會迫害你。好多時候，當你堅持自己所相信，你行事為人正直，世人會尊重呢一點，佢哋唔會嚟揾你話我尊重你，佢哋唔會。就好似
你知唔知道所謂嘅馬德拉斯磅蟹？我唔知點解，你根本係唔需要喺個籃上面放一個蓋嘅。你將所有嘅蟹放喺嗰度，只要一隻螃蟹試圖爬出嚟，另一隻就會將佢拉翻落嚟；另一隻爬出嚟，另一隻就會拉翻佢落嚟。而任何人都唔應該有進展嘅，你必須生活喺我哋所處嘅低水準。Amen。但假若你唔係一隻鴨子咧，你係一隻天鵝。如果有人嚟話俾你知，你唔係一隻雞咧，你係從鷹巢裏邊俾人揀出嚟嘅，放喺小雞嘅中間。難怪你總係往上望，佢哋總係往下望。佢哋喺地上拍打，而你卻係往上望。每當天空中發出叫聲，你會往上望，內心深處嘅深度回應。關於你有一啲，你蒙召係為咗更崇高嘅事物。你蒙召唔係為咗同呢個男人或者呢個女人去通姦，而事情過後你感覺好骯髒，係咪 ？Amen。我嘅意思係，你可以嘗試對呢類事情保持政治正確，但你仍然覺得骯髒嘅。你知道嗎？佢哋可以口不擇言，你心中係帶着呢啲污垢翻屋企。我同你講，呢個唔係你蒙召要做嘅，你唔係為此而蒙召。呢個都係我哋糾正孩子嘅方式。我哋唔好同佢講，你唔應該咁做，唔應該俾佢哋律法，唔好。要同佢哋講 ，Justin， 呢個唔係你，呢個唔係你嘅 Justin。Amen。藉着去講呢個唔係你，佢哋知道佢哋蒙召係為咗更加偉大嘅事物。佢哋知道呢個唔係佢哋，你要向孩子告知佢哋嘅身份，糾正佢哋，但要告訴佢哋呢個唔係你。我知道你比呢個更加好。Amen。我知道你好慷慨，我知道你唔係講大話嘅人，世人可以嘅，但你唔係咁樣嘅，你係一隻老鷹，唔係一隻雞。Amen。士師記，我哋將以此作結。佢對西巴同撒慕拿說 ：OK， 請睇呢一度，唔好先展示經文，留意。OK， 請睇新造教會，請睇呢一度。西巴同埋撒慕拿係兩個邪惡嘅國王，佢哋帶領本族嘅部落攻擊基甸，攻擊以色列。All right， 佢哋嘅名字太可怕啦，烏鴉同埋狼。佢哋捕食羔羊，佢哋一直從以色列人嗰度偷取，佢哋攻擊同埋殺死以色列人。最後上帝興起基甸，基甸追趕佢哋。最後呢兩個國王被抓捕。讓我哋跟隨呢一個故事。基甸問佢哋：你們在他泊山上所殺的人是什麼模樣的人？好顯然，佢哋喺他泊呢個地方殺咗一啲人。他們回答：他們像你一樣。佢哋同基甸講：他們像你一樣，每一個都像王子的模樣。基甸說：他們是我的兄弟。你知唔知道點解好似國王嘅兒子？耶穌係你嘅弟兄，佢係你嘅救主，你係來自佢嘅種族。當你重生嘅時候，你係佢嘅骨同埋肉嘅一部分。如果佢似佳美嘅黎巴嫩香柏樹，你亦都一樣嘅，你都係一樣。你可以告訴一個有啟示嘅人，因為一旦嗰位女士走進一個地方，嗰個地方就會變得有生命力。你一次又一次睇到，我以前講過，我哋一次又一次地睇到呢件事，甚至喺我哋當中發生。一位女士走進一間精品店，嗰度冇人嘅，一旦佢入嚟，其他人就會入嚟。佢入一間餐館，嗰度冇人，你入去呢一度，人們就會入嚟。無論你走到邊一度，你都係一個祝福啊！你哋所有70公斤嘅人，你係一個祝福啊 ！Amen。你係重量級嘅人物 ，Kavod 有王子風範 ，Amen。如果想興奮就適當地興奮一下啦，嚟啦 ，Amen， 讚美上帝。所以敵人嘅口中講出呢啲說話，呢啲人其實係基甸嘅兄弟，佢哋殺咗呢啲人，佢哋係基甸嘅兄弟，佢哋告訴基甸，他們像你一樣。每一個都像王子的模樣，所以換言之，基甸嘅外貌、基甸嘅形象 ，Amen， 就好似國王嘅兒子一樣。佢哋殺嘅呢啲人就好似國王嘅兒子，何等咁悲傷！好多信徒冇意識到，佢哋擁有嘅呢份亮光，我哋身上有啲嘢係自己冇意識到。
有見證，有亮光，有王子風範，有一種皇室氣息，你正在閃耀着光芒。因此世人想要一啲真實嘅事物，當佢哋睇到你妥協，就睇到你講大話。箴言17章7節說：愚頑人說佳美的話是不相稱的，何況尊貴的人說虛謊的話呢？王子唔會講大話，我哋唔會指望王子講大話。世人說我哋可以講大話，但我哋期望你唔會講大話。佢哋有權要求我哋咁做。你知道嗎？唔好嘗試，只要意識到你嘅身份，並且宣告，藉着你嘅生命、你嘅行為、你嘅見證去宣告，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Amen， 讚美佢，讚美主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Amen，Amen，Amen。我只係想問你，每個人請低頭，在場各位，而家正在收睇嘅人，首先係信徒，你點解唔告訴上帝，你蒙召係為咗更偉大嘅事物啊？停一停，如果你同某個人住埋一齊，你哋仲未結婚，你哋知道自己做緊唔應該做嘅事，請停低。你蒙召唔係為咗咁樣嘅事，女士，唔好允許咁樣嘅事發生喺你嘅身上，唔好允許呢啲事情，除非佢願意將戒指放喺你嘅手指之上，除非佢足夠尊重你，給予你100%嘅承諾。呢個就係點解婚姻必須係一個契約。唔好賤賣自己。我知道要揾到青蛙好容易，你可以喺花園裏邊揾到好多青蛙，特別喺落雨嘅時候。王子需要更長時間先能夠揾到，但佢哋就喺你嘅周圍。如果你願意等待正確嘅時間、正確嘅地方。Amen。每位商人，特別係你身在外面嘅世界，你對上帝嚟講係好珍貴嘅，因為你嘅事工，你身處於嘅呢個位置，係為咗要宣揚美德，宣揚佢嘅美德，嗰個召你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。我同你講，喺一日結束嘅時候，嗰啲作弊嘅人、講大話嘅人，一切都會翻嚟，呢一切都會翻嚟困擾住佢哋。如果你誠實待人，有時人們可能係唔知道，你可能會失去1-2筆嘅交易，但最終你會得勝。約瑟企喺嗰度嘅時候，可能只係包裹住腰部，作為奴隸被賣。聖經說耶和華與他同在，約瑟就係事事順利，事事順利。而嗰種意義嚟講，就係佢呢一個人有一種貴族嘅感覺。約瑟嘅身上有一種皇室嘅風采，好快佢着上衣服，皇室嘅衣服，呢個就係你嘅身份。上帝已經使你成為君尊嘅祭司，一種皇室嘅祭司，記得嗎？為要宣揚佢嘅美德，喺你嘅工作場所，喺你嘅學校裏邊，喺屋企裏邊，世人可以對你肆意批評，但佢哋卻情不自禁地喺佢哋心中深深地尊敬你。如果你今日喺呢一度，你從來都唔認識我哋分享嘅呢個奇妙嘅救恩，呢位離開天堂榮耀嘅奇妙救主，長途跋涉，為咗要死喺十字架上面，一種可怕嘅死刑，殘酷嘅死亡。然而佢卻選擇咗為你而死。點解？冇其他嘅辦法。如果有其他辦法，耶穌嘅死就實在太愚蠢。冇其他辦法，罪必須要受到懲罰。正如我剛才分享，呢個罪得罪咗創造宇宙嘅上帝，唔止係一個統治者，係創造宇宙嘅上帝。但係耶穌代替你而死，佢用自己嘅身體承擔咗你嘅審判，唔單止擔當佢，仲全數消滅成全咗佢。對你嚟講，唔再有任何審判。如果你全心信靠主耶穌基督所成就嘅事。第三日，上帝使佢從死裏復活，作為宣告，你所有嘅罪已被除去啦。所以朋友，你今日喺呢一度，仲未認耶穌基督作為你嘅救主，作為你嘅主，佢愛你，佢太愛你，佢愛我哋，洗淨我哋嘅罪。你係咪允許佢用自己嘅寶血洗淨你所有嘅罪呢？又使我哋作佢父上帝嘅君尊祭司，耶穌嘅父親，你願意咁做嗎？
如果係你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請同我一齊祈禱。你會重生嘅，你會成為君尊嘅祭司，你會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舊事已過，一切變得真實、真確，係新嘅、全新嘅生命。一齊講天上嘅父，幾咁好嘅禮物，你嘅兒子耶穌基督。我相信，當佢死喺十架上面，對於我嘅罪嘅所有審判，已經與他同死。感謝你，你唔再睇到我身上嘅罪，因為我所有嘅罪已經被全然除去。但係我唔想過呢一種生活，一種卑微嘅生活，向罪屈服，以至於死。主啊，帶我進入更高嘅生命，真正嘅生命，屬於耶穌基督嘅永恆Zoe嘅生命。呢一種王子般嘅生命，邊度有罪同埋死亡，就會被打敗。藉着賜生命嘅靈，耶穌基督係我嘅主同埋救主。我感謝你，我已經得救啦。我係國王同埋祭司，我係新造嘅人。奉耶穌嘅名，所有人一齊講 Amen。請各位站立，你係一個好好嘅觀眾。Amen， 讚美主。你哋呢啲人今日真係令人好驚嘆。All right， 讚美主。Amen。OK， 讚美主。請高舉你哋嘅雙手，願主喺呢個禮拜祝福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保守你遠離所有嘅登革熱蚊子，願主保守你遠離所有感染同疾病，遠離所有邪惡，你同你嘅摯愛遠離所有黑暗嘅勢力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願主向你展開笑臉，向你微笑，並授予你同你嘅摯愛美妙嘅恩寵，同埋佢驚人嘅平安，同埋佢偉大嘅 Shalom。健康、整全同埋福祉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人一齊講 Amen。上帝祝福你，下次再見啊！